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你哋有冇諗過移居英國之後，發現砌模型唔再只係一個人嘅興趣，而係一種重新連結世界嘅方法呢？以前喺香港，砌模型可能只係一種減壓嘅興趣。嚟到英國之後，呢一份興趣慢慢變成咗我同呢個新地方聯繫嘅橋樑。雖然砌模型大多數時間都係一個人面對住啲零件，但其實我哋未必一定係孤軍作戰嘅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透過參與模型社群，點樣喺呢個新環境重新建立社交圈子，令砌模型嘅樂趣倍增。我嘅經歷唔知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啟發你呢？ UK 再續模型雲，識朋友靠社群。仲有幾日就係冬至，英國呢邊天氣真係越嚟越凍，唔知大家習慣咗呢一種晏晝4點就天黑嘅生活未呢？呢段時間係咪同我一樣留喺屋企開住暖氣，一個人靜靜地咁砌模型？離開生活咗幾十年嘅香港嚟到英國呢邊，但大部分朋友始終都仲係喺香港嗰邊。坦白講，總會有一種莫名嘅孤單感。雖然而家通訊好發達，但社交生活完全唔同晒。喺呢邊，除咗返工同處理生活瑣事，好似少咗一種可以同人交流嘅生活氣息。我哋喺度要重新建立新嘅生活圈子，其實都唔容易，亦都冇得急。睇英超、落 pub 飲酒吹水，通通都唔啱我。不過好彩我仲有砌模型呢一個興趣，興趣成為咗一種共同語言。無論你嚟咗幾耐，住喺邊區，只要大家對住盒模型仲有熱情嘅，隔膜就會好快消失。慢慢會發現，模型唔單止用嚟消磨時間，更加係一個切入點，等我哋可以喺呢個陌生嘅地方，慢慢揾翻一啲志同道合嘅人。或者你會覺得砌模型只係一個人嘅事，對住個工作台默默咁磨，慢慢咁噴，呢一份寧靜確實係一種享受。回想翻做僆仔嗰陣，資訊冇咁發達，好多技巧都係靠自己摸索，整整下就冇再玩啦。直到前幾年肺炎疫情，我再砌翻模型，透過網絡同社群，先發現原來咁多技術可以學習，令樂趣提升好多。嚟到英國之後，雖然我仲 keep 住睇香港嘅模型群組，同香港嘅朋友聯絡，但始終大家身處嘅環境唔同咗，面對嘅問題都有分別。所以如果可以同身處英國呢邊嘅同好交流，大家多咗一份共同嘅生活體驗，傾起上嚟會更有共鳴。呢一種交流係幫我融入呢邊生活嘅重要一步，同時亦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帶嚟嘅呢一份熱情喺英國繼續延續落去。我唔係一個好主動嘅人，但透過模型呢個媒介，真係幫我重新建立咗新嘅社交圈。以前喺香港行模型鋪，純粹係行下睇下買下嘢。喺英國呢邊，尤其去香港人店，除咗買嘢之外，更加似係一個聚腳點。得閒就揾下老闆傾下偈，遇啱有其他客人嚟到時，大家都會傾下，交流下模型心得，甚至係其他生活趣事，係一個好好嘅社交活動。除此以外，我亦會參加唔同嘅模型群組，雖然多數時間都係潛水睇大家分享，但遇到啱傾嘅話題，都會搭下嘴。有時分享下自己嘅作品，其實只要願意行出多一步，就會遇到好多同路人。模型群組亦有好多有心人，盡心盡力咁去溫個群組，搞唔同嘅活動。仲記得之前嘅10月，第一次出席佢哋搞嘅活動，能夠同一班模型同好一齊交流，真係非常感動。英國地方大，大家住唔同嘅區，若遇到啱時間、啱位置嘅，多啲參與呢類交流，絕對係好事。至於我開呢個 channel，尤其係拍 UK 再續模型雲呢個系列，除咗想記錄自己嘅模型生活之外，亦好想同一班同我情況相似嘅同好分享交流。唔單止係俾移英港人睇，亦都想俾仲喺香港嘅朋友了解多啲我哋呢邊嘅生活。雖然大家隔住個熒幕，但對我嚟講，呢一份聯繫比起單純自己一個砌模型帶嚟嘅意義更加大，亦都係我拍片嘅動力所在。展望2026年，我都想嘗試參與多啲實體活動。雖然我個人可能依然好接，但可以面對面同大家交流，睇下大家嘅作品，呢件事諗起都覺得幾開心。2025年快將過去，多謝大家由第一集陪我走到而家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 channel， 我係一個移英港人，同時亦係高達模型愛好者，想用 channel 同大家分享我嘅興趣。如果你都中意砌模型，或者想了解呢一門興趣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分享俾其他嘅模型愛好者。如果你都喺英國砌模型，
留言話我知你完成嘅第一件作品係乜，或者第一次識到模型朋友嘅經歷啊！祝大家冬至快樂，聖誕假期有足夠嘅 me time，享受砌模型嘅樂趣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